成功法則嘅第22條就係重複你嘅做法就會重複你嘅結果。好多時候咧，有啲成功人士咧，佢會將以往咧成功嗰一套咧不斷重複咁樣去做，但係咧佢哋咁樣做嘅時候咧，佢哋只會咧係重複翻佢哋嘅結果。今時今日咧，市場可能咧會有好大嘅變化。如果你仍然咧係重複翻之前嗰套方法，你只會攞翻咧相同嘅效果。有啲甚至乎咧佢唔願意變，因為變嘅時候咧，可能咧佢會攞到一啲咧更加慘痛嘅價值。但係有時候，如果你嘅結果唔想再係咁樣嘅話，你改變一下你自己所做嘅方法，可能咧你創造嘅結果咧可能會好唔同嘅喎。記住啦，唔好再好似賭傳輸咁樣，你要真正喺市場贏出嚟，你就必須改變。如果你真係想你嘅結局改變嘅話，你必須咧改變你嘅做法啦，可以嗎？